憶述而至。喺1989年6月3號夜晚嘅7點鐘，中央電視台突然間播出戒嚴部隊嘅緊急通告，佢哋要全市嘅人民都唔可以出去。當時我哋一家4口，連同我個仔向東嘅女朋友都好緊張。大概到咗夜晚7點半左右，向東話佢要送女朋友返屋企。我同佢爸爸勸佢哋都勸唔到，唯有放佢哋走。臨走嘅時候，我千叮萬囑佢：向東，送完女朋友要早啲返屋企啊！點知佢呢一去就再都冇返轉頭。記得當年向東曾經同佢嘅弟弟衛東講過，當佢將一份聲援書寫成大字報，貼喺東風電視機廠大門口之後，落咗班嘅工人，大家都打住旗廠嘅隊伍，部分整齊咁樣湧向天安門廣場，佢哋去慰問聲援嗰班大學生。估唔到向東當時將呢份文稿留低咗，我哋睇咗之後，立即將佢整理並且收埋。向東嘅聲援書。廣大的東電工人同胞們及工會，該是我們醒來的時候了。睜開我們的雙眼，看一看中南海門前的請願，長安街上的遊行，紀念碑前的集合，還有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這一粒粒舉世醒悟的運動，難道說是我們大學生在讀書之後的消遣嗎？不是，在我們的中華大地上，官倒橫行，貪官污吏數不勝數。工人同胞，請仔細想一想，為什麼在我們的孩子如脫難的時候，有些人的孩子卻輕而易舉進入高級的幼稚園？為什麼在彩色電視難買之際，有些人就能夠成百上千的弄出平價的彩電？為什麼在有些同志為調動工作磨碎口舌、上下打點而難以如意之際，有些人毫不費力找到合適的工作？為什麼？這些不都是在我們身邊經常發生的事嗎？現在各大學的數十萬計學生在天安門前絕食遊行，不就是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嗎？不就是為了要和政府進行平等的對話嗎？而政府對這些絕食請願將近4天的學生置之不理。現在已經有300多名學生昏倒休克。電台曾說，政府派醫療搶救小組為學生們進行治療，這純粹是謊言。請同志們到紀念碑前問一問，這些白衣戰士，他們哪一個是政府派來的？他們這支搶救隊是自發地組織起來的。還有很多圍觀群眾都從家裡拿來的棉被、軍大衣捐給留在天安門廣場上過夜的學生們。難道說學生們的學潮運動是非法的嗎？不，這是一個民心所向的運動。我們的工人同胞、學生們為了人民請願，為了振興中華而不惜自己的生命，絕食已經近4天。
有许多人倒下了，可是他们仍然喊着口号，不达目的誓不再甘休。他们向政府提出的条件，至今仍未答复。绝食的学生们已经在16日中午12点开始决水抗议。这狠心的政府，水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这对学生是太危险了。如果政府再不答复的话，学生们的生命将会没有保障。请问他们的良心何在？现在已经有各大报社记者、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中学老师、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还有市民数万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我们工人同胞也赶紧组织起来吧，为学生的安全，为了祖国的命运，我们去声援他们吧。听着窗外连接不断的救护车的警笛声，我们的心情能平静吗？救救为们广大人民情愿的学生吧！学生们为谁呢？为了国家。工人又为谁呢？也是为国家。让我们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吧！一个已觉醒的工人，1989年4月16日晚上。事情發生嘅背料。1989年4月15號，積極推動改革開放嘅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好多北京嘅學生同埋民眾發起悼念胡耀邦辭世嘅集會活動。及後，集會嘅目標開始轉向，民眾要求加速中國嘅民主步伐，對抗通貨膨脹同埋求職困難，爭取新聞自由，解決中國共產黨高層嘅腐敗。4月18號凌晨，大約有6000名學生由北京大學遊行到天安門，高呼要求民主。上午時分，學生繼續留喺天安門廣場舉辦演講活動。與此同時，有數千名學生聚集喺中共領導人居住嘅中南海新華門，要求中共領導高層同學生之間進行對話。
喺之後嗰幾日，西安、上海、南京等等城市相繼有民眾發起嘅遊行集會。4月21號晚上，大約有10萬人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4月22號，政府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有100萬民眾夾道送別胡耀邦嘅靈柩。3名學生跪喺人民大會堂嘅階梯上面去提交請願書，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嘅接見，但冇任何中共領導人出現，令到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不滿。4月23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隨後呼籲所有位於北京嘅大學全面無限期罷課，以表示抗議。但係喺4月26號，官方嘅《人民日報》發表咗社論，去表態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呢一項聲明激嬲咗學生，認為中共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示威嘅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民眾紛紛加入遊行同埋絕食。最後，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5月17號，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表示實施戒嚴係唯一嘅選擇。並且喺當日嘅傍晚制定咗有關戒嚴嘅計劃。喺呢一段期間，雖然李鵬曾經同學生領袖對話，但就各自表述，雙方嘅目標不得要領。5月19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去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聲淚俱下。但係政府要強硬對付動亂嘅講法，令到學生宣佈同在場嘅人士繼續絕食。5月20號，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戒嚴第4日，北京市出現咗有數以來最多人自發嘅100萬市民大遊行。5月30號，學生喺廣場豎起咗自己製作嘅民主女神像。學運推至高峰，更加鞏固咗中共高層用武力解決政治危機嘅決定。6月2號，鄧小平及數名中共元老再度召開會議，最後同意實施清場，能夠結束暴亂，並且恢復首都秩序。徐確女士憶述。個仔出咗門口，我同向東嘅爸爸就去到離屋企好近嘅地方望下。當時我哋見到成群結隊嘅大學生，佢哋舉住各種嘅旗幟，向西單、天安門嘅方向出發。我哋問佢哋點解，佢哋回答話：其實我哋早幾日已經離開咗天安門廣場㗎啦，不過仲係有好多外地嘅大學生靜坐喺廣場上面。我哋聽到中央電視台戒嚴部隊嘅緊急通告，我哋好驚半夜會發生1976年5·4天安門廣場嘅事件。當時嗰班人因為紀念周恩來總理俾人毒打、俾人拘捕，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多啲人去保護呢啲喺廣場上面嘅外地大學生。去到夜晚9點左右，我哋聽到遠處傳來咗槍聲，當時我哋嘅仔仲未翻嚟嘅，我哋好心急，我哋喺屋企同埋條街度行咗好多次，我哋都好想等到個仔翻嚟。當時我哋已經見到街上面不時有3輪車載住嗰啲受傷嘅人來來回回前進，我哋知道大事不妙啦，呢個政府已經開槍殺人。我哋兩個好心急，但我哋唯有抱住我哋希望，一直等到凌晨4點左右，我哋個仔都仲係未翻嚟。呢個時候，我哋兩夫婦已經按捺唔住嗰份焦急嘅心情，我哋叫細仔衛東喺屋企看住，等哥哥翻嚟，而我同學漢就急忙踩住單車，直奔天安門廣場去揾我哋嘅仔，由屋企嘅方向一路去到西單嗰
有陣時仲會見到佢哋喊晒咁樣，抬住佢哋受傷嘅同學，抬住一啲被坦克車碾過同學嘅屍體。當時我嘅心就嚟要碎。去到西單十字路口嘅長安街上面，慘況更加係觸目驚心。街上面到處都係血跡斑斑，路面更加被坦克剪到凹凸不平。長安街兩邊，尤其係南側嘅平房商店上邊，牆上面都係滿布戒嚴部隊所射嘅子彈，連巴士、公共汽車上面嘅站牌都有子彈嘅痕跡。喺啲鋪頭嘅大玻璃上面寫住打倒法西斯，血債要用血嚟還嘅大標語，全部都係用血寫成。去到西單十字路口嘅中心，嗰度嘅人正正喺度燒緊一個人。呢個係後來俾電視稱為抗暴英雄劉國明嘅解放軍戰士。嗰陣時我唔知道係咩事，我行過去問佢哋：呢個解放軍人都死咗啦，點解你哋仲要燒佢啊？點知呢班市民齊聲嘅反駁我，佢話你唔知呢個解放軍尋晚掃射路邊嘅老百姓，明明佢哋嘅隊伍已經向前行㗎啦，佢跟唔上，調翻轉頭，因為佢殺紅咗眼，佢要繼續追殺逃往胡同入邊嘅老百姓。嗰度嘅人有啲係連路走唔喐㗎啦，有啲跪低咗雙手投降，但係佢唔理，佢繼續掃射啊！呢個人簡直就比日本鬼子仲要兇殘，我哋打死佢、燒咗佢，都唔能夠理解化解我哋嘅仇恨啊！呢個時候，我無言以對。再行到長安街東行，就嚟到東華門嘅時候，見到好多老百姓手挽住手，排列整齊，企咗喺長安街上面。佢哋同戒嚴部隊嘅坦克、裝甲車對峙住，佢哋用自己嘅身體擋住戒嚴部隊前往天安門廣場嘅路。呢個係一場英勇無比、可歌可泣，而且驚天動地嘅事情。呢一場係一場喺中國首都北京新華門前，為咗捍衛中華民族自由民主嘅悲壯對抗。我哋見到有一邊嘅人係手無寸鐵嘅人，佢哋不停咁樣呼喊住打倒法西斯，反對殘酷鎮壓北京市民同埋學生，血債一定要用血嚟償還。但另一邊卻係全副武裝嘅戒嚴部隊舉槍掃射，隨住一陣啪啪啪，老百姓一個又一個咁樣倒下，好多人都抬住啲傷者向後撤退。我落咗我嘅單車，呢個係我生平第一次見到咁殘酷驚人嘅畫面。當時我拉住我部單車，雙腳震到不得了，行一步都行唔到。學校拉住我向後褪，等到戒嚴部隊嘅槍聲一停，啲人又好似潛水咁樣湧向，一路行一路衝。喺呢個我哋國家嘅首都，喺呢條通往天安門廣場嘅12長街上面，竟然進行咗一場史無前例嘅恐怖殺戮事件。我哋已經無法再由新華門行入天安門廣場揾我哋嘅仔，我哋唯有繞道由西單經宣武門經前門去廣場。一路上見到牆上面有好多嘅子彈，街上面停咗一架黃綠色嘅軍車。好少行人。當我哋去到前門嘅時候，戒嚴部隊已經將天安門廣場包圍到水泄不通。我哋都係去到嗰陣時先知道，原來天安門廣場上面嘅學生
一早已經撤退晒。如果我哋要揾我哋嘅仔，只可以去各大醫院。當時我心存希望，我諗可能我仔已經返到屋企呢。不過因為電話唔通嘅緣故，咁我哋唯有帶住家車沿路接返屋企，等待我哋仔已經返嚟嘅好消息。呢個時候已經係6月4號嘅中午時分。向東寫俾家人嘅遺書。爸媽，衛東，小琪，今天天安門事，在外面的人可能不了解。爸媽，政府通知學聯今晚鎮壓，我做好了與學生們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這是為民主、自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作為中華民族一個子孫，這是我一個責任。以前我常不聽話，頂撞你們，請你們原諒我，我是愛你們，永遠愛你們。衛東啊，以後多聽爸媽的話，帶我親小。小琪，我知道你關心你愛我，你記住我對你的感情也永遠不變。我在天之靈保佑你們，你們多保重。小琪，戒指我希望你永遠戴着，代我向其他朋友問好。我相信你們會為我感到驕傲。相等1989年5月21號晚上6點35分，單位東風電視機廠4000件車間，家地址海淀區小西天志強北園10街210號吳向東。不要誰來定制對不對，不要誰在裏判我的罪，不想太陽再升起，再升起，再次懸舊真理。不要無奈地悄悄低訴，不要麻木地慨嘆風暴，不可放下那雙臂，那雙臂再次立腳不理。讓我聽聽你的心裏話，多少夢你不想，你不敢去媽媽，若我遠去，你將我忘記吧。風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愛人。媽媽沒有過錯，媽媽我沒有過錯，一起繼續我與你不死的勇氣。媽媽我沒有過錯，媽媽我沒有過錯，一起繼續我與你不死的勇氣。媽媽，讓我聽聽你的心裏話，多少惡夢你不想，你不敢去路啊。媽媽，
族人走上永遠的鬥爭，人民狂怒的呼吸，埋葬鎮壓的聲音。媽媽我沒有過錯，媽媽我沒有過錯，一起繼續愛與你不死的勇氣。媽媽我沒有過錯，媽媽我沒有過錯，一起繼續愛與你不死的勇氣。媽媽我沒有過錯，媽媽我沒有過錯，一起繼續愛與你不死的勇氣。風裏仍未滿冷透空氣，春雨仍流淚遍無土地。當我行有一天，世界永遠有徐確女士憶述。當時我同學漢返到屋企，我哋滿懷希望可以見翻自己嘅仔向東。不過呢個希望破滅咗。衛東同我哋講，有人嚟屋企報信，話哥哥已經被送去醫院，但係我哋唔知係邊一間醫院。於是我哋踩住單車，由最近嘅積水潭醫院開始，去到白鴿子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愛醫院，每一個醫院門口都貼住死傷者嘅名單，大家都爭相向前去揾下嗰啲名單上面有冇自己嘅親人。我哋喺呢個名單上面揾唔到吳向東呢個名，於是又去到醫院地下嗰度擺放住一具具血淋淋嘅無名屍體嘅房間去揾。當時仲係未揾到我哋嘅仔。旁邊有好心人同我哋講，喺木西地死傷嘅人最多，不妨去下嗰度嘅醫院，復興醫院睇下。我哋又立即踩住單車去到復興醫院。呢個時候大概係6月4號傍晚5點幾鐘。我哋見到醫院嘅門前個自行單車牌喺度，周圍都逼滿好多人，佢哋個個都排住隊，為咗去睇車棚入面嗰啲已經被戒嚴部隊殘殺嘅大學生同埋北京市民。我哋放低咗我嘅單車，立即去問究竟嗰啲死傷者嘅名單貼咗喺邊度。當時我哋見到名單，第一個名就係我哋嘅仔吳向東。當時我一睇完之後，都顧唔上理我，急忙去行入去放住屍體嗰個單車棚去。我已經睇唔到名單上面寫住嘅其他名。當我第一眼見到自己嘅仔嘅名嘅時候，我已經大聲咁問身邊嘅人：我個仔喺邊間病床啊？我個仔喺邊間病床啊？佢哋一個都冇出聲。我繼續大聲咁問：我個仔喺邊間病床啊？因為呢個時候，我嘅腦海入面只係相信我個仔係未死嘅。突然間，有個年輕人行入嚟去講：呢張紙上面嘅名單，所有人都已經死咗。當時我仔嘅死訊完全令我崩潰，我昏睡咗過去。過咗一陣嘅時間，我聽到一陣陣嘅槍彈聲震動住間房間嘅玻璃。當時我已經瞓喺搶救室走廊外窗邊嗰張長凳上面，我俾呢啲槍聲震動醒咗。我用盡全身嘅氣力企咗起身，我拉住嗰啲醫生，
我求佢哋救下我個仔，但係佢哋個個都流淚咁樣講，唔好話我哋輸血啦，連鹽水都冇，我哋只可以眼白白睇住佢哋流血流到死。又有人同我講：你哋快啲將屍體拉走啦，天就嚟黑啦！我哋呢班手無寸鐵嘅人係敵擋住嗰啲攞槍嘅軍人㗎。如果你唔快啲拉走嗰啲屍體，可能連你個仔嘅骨灰都見唔到啦。我當下好似突然間醒咗，我個仔真係死咗，佢永遠都唔可以再喺媽媽身邊同我談笑風生。我而家必須要去見我仔最後一面。兩個年輕壯實嘅大夫拉住我，一路行一路講：你睇下就好走啦，天氣熱，啲屍體開始腐爛，留耐啲驚你有傳染病。我當時只係想快啲見到我仔，我一去到個單車棚嗰度，我見到地上面整齊咁排放住一排排嘅屍體，個個都係碌大對眼，身上面全部都係血跡斑斑。當我行入去嘅時候，我就見到我仔喺度，佢一隻腳着住皮鞋，另一隻腳只係得翻隻襪，連鞋都冇。可憐嘅仔啊！佢全身嘅衫上面都係血跡累累，我撕心裂肺咁喊住：向東啊，仔啊！媽媽嚟睇你，媽媽嚟睇你啦！你快啲醒啦！好想不顧一切，癲晒咁衝喺前面我仔度攬住佢錫佢，但係未等到我撲向我仔身上面，嗰兩位醫生已經好大力將我拉翻返嚟，將我拉離咗個單車棚。幾乎被拖出去嘅我，見到向東左邊係一個中國科技大學嘅男學生，佢後面嗰班屍體入面有一個係老太太，仲有一個係連10歲都冇嘅細路仔。唔通呢啲人都係暴徒咩？當時我哋翻返去條街度，我已經再冇力去踩單車翻屋企。天已黑，黑色嘅恐怖殺氣籠罩住成個北京。我哋已經唔可以喺度逗留，周圍好多嘅市民同埋學生都會安慰我哋。有一個年青人同我哋講：太太，我哋都係你個仔啊，血債就等住用血嚟償還啦。喺大家嘅幫助之下，我哋揾到一架的士，我哋將我哋嘅單車放喺車尾箱，我喺度喊住一路上車。司機話：你哋個仔係厲害嘅，係好樣嘅。我車你翻屋企，我唔收你哋嘅錢。呢個唔知名嘅司機竟然願意冒住生命危險，將我哋兩個都送翻咗屋企。我哋都未去到屋企門口，肇西天自強圍嘅嗰啲官群眾都嚟咗，大家都好悲憤咁樣去安慰我哋，並且攙扶我翻屋企度。然後有唔少嘅鄰居，佢哋好熱心送湯送飯嚟我哋屋企，希望安慰我哋。去到6月6號，經過咗各方面嘅交涉，佢哋開咗張病死嘅假證明。我哋借咗一架吉普車，先將向東嘅遺體由復興醫院嘅單車棚送返去單位度。因為我哋好驚隨時有戒嚴部隊嘅巡邏而遭到襲擊，於是我哋又借咗洗車用嘅高壓水龍頭去清洗向東嘅身體。當時有好多人都幫我哋處理向東嘅身後事。喺我哋住緊嘅地方，個個門口都有人看守住，幫我哋把風。當時第一日，我準備咗向東平時最中意着嘅衫，用嚟幫佢替換當時嘅
喺呢個時候，守喺東門嘅人大聲喊叫：戒嚴部隊嚟啦！戒嚴部隊嚟啦！大家只好好快咁樣將未清洗乾淨嘅身移送到去吉普車嘅車廂入面。架車好細，我哋只可以將個仲係濕淋淋嘅身體、僵直嘅身體放喺駕駛艙嘅前座，連同6個人，我哋逼埋喺呢一架吉普車入面。當我等外面平靜過嚟，我哋又將門打開，望住戒嚴部隊隨時開槍掃射嘅危險，繞道直奔，去到一早聯繫好嘅東交火葬場。喺車上邊，我哋好辛苦咁樣幫向東換咗件衫。換衫嘅時候，看看見到向東嘅被槍打傷嘅傷口，子彈係由左邊鎖骨向住頸嘅上方射入去，再喺左邊近脊椎嘅位穿出。前面嘅彈徑大概有1厘米，背後嘅彈徑大概有2至3厘米。傷口四圍都係有灼傷嘅痕跡，而天藍色東風電視機廠嘅廠服上面，周圍都係血跡斑斑。呢個時候，我哋嘅心先稍稍安定。我係諗起木西地現場有人講過，你個仔係好樣嘅，佢係堅強，佢中彈嘅時候仲係在生㗎，係俾周圍嘅市民搶救落嚟送去醫院。佢仲喺東風電視機車廠嘅上面飯票留言，請航太大學姓劉嘅同學將佢送返去廠入邊。後嚟我哋聽人哋講返，向東係一直捱到6月4號凌晨，因為血都流盡，先至離開人世。4事件發生嘅6月3號晚上10點半，群眾同解放軍部隊喺木西地發生衝突。群眾試圖阻攔軍隊向天安門廣場前進，但係軍隊卻幾度開火，造成大量傷亡。南面嘅空降兵仲用實彈進行射擊，造成平民傷亡。6月4號晚上10點16分，政府透過擴音器警告，部隊可以喺戒嚴期間採用任何強制執行嘅措施。到咗10點半，有人見到軍隊喺北京市射擊群眾，於是佢哋陸續都進入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嘅示威群眾漸漸知道咗市內暴力嘅消息。喺午夜時分，學生用擴音器宣佈，1名學生喺西長安街被殺。呢個消息使廣場上面嘅群眾陷入憂鬱嘅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要保持團結，並且要堅持以非暴力嘅手段，以爭取可以繼續喺天安門廣場上面接力。喺呢個時候，仍然有8萬人留守喺天安門廣場上。大約到咗凌晨12點15分，軍隊嘅隊伍陸續抵達天安門。喺周邊有群眾放火焚燒軍隊嘅車輛，又有人喺度毆打軍人，同時亦都有示威者被殺。喺呢個時候，學生領袖曾經一度放棄非暴力嘅手段，並且準備要報復，但係最後佢哋繼續維持和平手段，並且佢哋將所有學生所持有嘅棍、石同埋玻璃樽都收沒晒。到凌晨2點半，有示威嘅知識分子表示，已經有太多人喪生，於是佢哋帶領學生同埋群眾撤離廣場。不過，學生領袖柴玲、李錄呢啲人，佢哋拒絕撤離廣場，
到咗凌晨4點正，天安門廣場上面嘅燈突然之間熄滅，官方用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軍方開始破壞學生嘅廣播系統，而其他部隊就喺度毆打幾十個喺紀念碑旁邊嘅學生。隨後，士兵開始用棍、用槍、用刀嚟強制驅散喺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嘅群眾。之後，亦都有學生同埋教授嘗試勸服嗰啲人，不如走啦，不如走啦。但係軍方佢哋更加出動到坦克同埋催淚彈嚟到清場。早晨5點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手，佢哋去廣場東南角安排嘅通道前面。而呢個時候，軍方對空開槍，佢哋要求嗰啲拒絕離開天安門嘅學生必須現在即刻要撤離。6月4號早上6點，所有群眾已經離開廣場，廣場上遍地橫屍，軍方正式封鎖天安門廣場。6四事件彷彿係一場屠殺，我哋相信死傷人數有20萬。屍體被埋，幾日後被挖出。
楊明湖羅鳳國金際貿易促進會職員，身中3彈，於家園分別喺背部、膊腹部中頭、炸右左臂處穿過心臟，有民眾送至於6月6日身亡。血流盡不治身亡。蕭傑李文大學生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助理，因血管中炸至受重傷，精神受刺激失常，90年底就生，尋找多年，血管的失常，換不見人，死不見屍，屋企嘅堂頂上面影相時，不雲海，辦事處職員，郭志京暴中炸死，中科傳有經搶救無喺西地所死死於服役大衛謝經所曾業學院學生喺西單6中先被運行一傷，下身被打爛，有左胸中彈，周一鳴，西地嘅蕭波大學恩師喺莫西地學生嚟自南京中孫輝大學法學學生，踩單車醫學生中神嘅同學，於西單被射殺，時間春林何子大學接書係北京橋通人，喺莫西地被人導彈射殺，公中式上山中射擊，血部中彈身亡。李執前係學生，外間服裝選擇加入部隊，子彈擊中左面就係當值死亡。情人興周榮雙臣，學北京大學床位編織子彈從博士後入世中，黃一飛大學碩士職深入業收埋送喺生理學中心南化通住宅飛板總醫治嘅子彈從所夾不下東北炸爛，一兩日後照料，找到何安斌職業不足，斷槍100公里嘅醫生，就係北京大學部隊院學生，仲為情槍擊王衛平實習教生喺學校喺西地附近3層商業樓寫報告，中央廣場光劍平司機喺西單路子彈床後嘅何志明北京師範大學課程在美國國際數學做出場，張華國家海洋放長石前身，以後喺醫師找到視頻。張先生北京商學喺何健長石間長時，遭疫咽喉中毒，送急救中心搶救無效，直接幫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學生自天方門前嚟時，總結不准搶救，不准輸血，仲因流血過多死亡。劉燕生家用電器高先生中國遭子彈穿後碩士研究生屬於搶救，血流盡而亡。劉春榮北京空調裝學院老師，64號飛機人中環搶救，死於情況不久病經醫院搶救。女衛書記者，64年凌晨遇難，遺體喺醫院時被發現時係一個紅頭絲。張宇玲，國際廣播電台外語部副主任，腹部中炸送院搶救無效身亡。並且係幾成熟。李長生，圖書館管理員，6月4日凌晨離開屋企前往天安門廣場，直至到今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願你熟睡，願你熟睡，但你年輕不再歡笑，你的勇氣，你的
心的景要徹底。天與地，幾多的心碎，還才落得永沒罪。無人能忘掉你在遠方。如今夜了，情歌聲輕帶着靈魂別去，這刻拋開顧慮，漆黑將不再面對。如今夜了，情歌聲輕帶着靈魂別去，這刻拋開顧慮，漆黑將不再面對。但有寫俾向東父親的詩。最後的告別，但只是單方面的話決。我們凝視着你，你以雙目緊閉，讓我們獻上一束鮮花，8支馬蹄蓮，9朵黃菊花，6支白鬱金香，4朵紅玫瑰。挽聯上寫住：學科老弟含冤早逝，諸難友吞淚默哀，問蒼天蒼生何故，驟降劫難於父子，綿綿此恨何時了？願久存語言共安息。難有1995年12月5號。作下
如初次，只諗作馬天花四隨，亂世代沒有時能變。星風雨雨人我心很愛，是否一切能幸歡點？粉飾高牆要絕代跟住，歷史有時可長存在。上主，8964離我哋好遠，我哋唔知道剛才所讀嘅死難者嘅名字嘅生命，每一個喺你嘅面前，佢哋帶住點樣嘅過去。當我哋每年再次記述呢一段痛苦嘅歷史嘅時候，我哋都開始發現，唔知有幾多人願意繼續去記憶落去。但我哋相信上主你係公義嘅上帝，你係掌管生命嘅上帝，你係我哋在生嘅人嘅上帝，亦都係死者嘅上帝。你紀念每一位嘅名字，如同你會紀念我哋每一位嘅名字。求主你與我哋同行，無論我哋面對8964，我哋充滿住悲哀、驚恐，或者我哋開始迷惘、淡忘。求主你都將公義嘅心擺喺我哋裏面。我哋唔願意我哋香港面對同樣嘅壓迫。求主你堅固我哋嘅信心，俾我哋有信、有望、有愛，讓我哋喺我哋自己嘅土地活出愛與公義，俾我哋有勇氣回應上主你嘅呼召。我哋禱告奉主名求。